章，咱要为24节来看到32节。创世纪32章伫白话字合本的顶面是37页，伫国语和合本是伫41页，其他的版本请咱看进无。创世纪32章第24节，遮安尼记载讲，只有剩雅各家己伫地，有一人来甲伊相演，到伫天曝光，迄人看袂赢伊，就伸雅各的大腿躯。相演的时，雅各的大腿躯抓着，迄人讲天要光啦，就放我去。雅各讲，你若无甲我祝福，唔放你去。迄人讲，你名做甚物？伊讲，我名做雅各。28节，迄人讲，你的名无要叫，搁叫雅各，要叫做以色列，因为你甲上帝、甲人斗输赢，拢得着较赢。雅各问伊讲，请将你的名甲我讲。迄人应讲，咪使问我的名，就伫遐甲伊祝福。雅各名迄所在叫便以利，因为讲，我当头对面见着上帝，我的性命要得到保全。日拄啊出，雅各经过便以利，伊的大腿已经败，所以遮的以色列人无食大腿头的筋，到伫今仔日，因为迄人剩雅各腿躯的大筋以上。这时也要请蔡牧师来讲道。今早起伊要讲的题目是：你话当无共款。咱赶快来宣告一下啦吼！一切拢会真顺利，祈祷就会当来。重点是祈祷，咱三个祈祷。亲爱的主，我感谢你，通过你特定好的列你安排，互阮的生命中间，因为有你，阮得到真多的稳定甲祝福。求你，互阮有耳孔，通听你奥妙的话语，也有阮的行动，通来行你所欢喜的一切。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主啊，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要进入昨昏的选举，可能有时啊经过真久长的努力，但是大家心像拢伫叹候一个结果。咱有时嘛有足侪时间伫听候，伫等待。有时咱上下班塞车。交通塞车伫高速公路、伫市区，这样塞在车阵的中间，你嘛是爱慢慢排，慢慢开。有时咱去大卖场，去买物件了，爱结账，你嘛是爱慢慢排队伫听候，对无？有时要等公车，要等火车，你嘛是爱伫遐等。圣诞节就要到啊，生日要到啊，人会送你足好的礼物。有时你在等要拆开别人所送你遮尔好的礼物，迄嘛是一个等待。食的拢是来要提醒咱欢喜迎子，咱的主耶稣基督要降生，嘛就亲像以色列人伫等待弥赛亚，咱嘛共款。伫听候救主耶稣的临到，今仔日是大降节的第一主日，咱拄啊过感恩节了，毋知影你抱着什么款的心来迎接这个圣诞节的节期？大降节你提醒咱，上帝嘛共款伫等待咱，拍开咱的心门，来接受伊的疼甲赦免。伫等待咱来看见伊的阳光，亲爱兄弟姊妹，
你对未来有什么款的期待啊？无？上帝对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共同的期待，迄就是改变。甲边仔来讲，要改变。改变就是咱会不断来成长，不断来更新，互咱的生命会愈来愈好，会你的人生会愈来愈丰盛。你会当活出属于上帝迄种的阳光甲美丽，这是上帝对你、对我、对每一个人的期待。我认为，只有你的生命有亲身经历到这种奇妙的改变，这才是教会存在上大的意义啦。咱信耶稣，毋是阁信一个宗教，信耶稣上的就是关系的改变。上帝要帮助你来提升你的生命，提升你家己，互你的生命会当有新的回转。买到回应上帝你生命中伊所要应允互你的祝福，咱的人生会经过无同款的阶段。上帝要亲自带领你，嘛要经过人生的4个阶段啦。当你经过这个过程的时阵，这一切拢会变掉，更较有意义啊！咱来讲第一个阶段，咱就会讲危机。那个危机 crisis 危机，我唔知影兄弟姊妹，伫你现主时，你面对什么款的危机啊？也是你有陷入伫这种的危机的中间吗？若是有，我要恭喜你，因为你伫要开始经历生命中一个真关键的改变。上帝已经准备要来换新你的生命。其实，你所面对上界大的征战，也毋是你身躯健康有出什么问题这种的征战啊，嘛毋是你伫工作、伫你的财务顶悬拄着什么款的征战，嘛也毋是这项。虽然你会讲，这拢是对我足大的挑战，是足难的问题啦。但是我要甲咱兄弟姊妹讲，你生命中间上界大的征战，毋是你甲其他人的关系，也毋是这个代志的问题。其实你上界大的，你上爱面对的，发生伫你身上的，是你甲上帝中间的征战，因为咱定定掠做家己就是主，咱定定拢要坐伫上帝宝座顶悬。你想要有控制权？创世纪32章，拄则咱读的圣经，伫遮记载雅各的故事。伊发生一件真无平常。伫遐咧小演，咱讲摔跤，伫遐咧小演的这个摔跤的比赛，因为伫这场的比赛，伊的对手毋是普通人，竟然是上帝。有影这？你有想要试看卖，甲上帝演一个无？车跋饼一个？我甲你讲。你永远拢无法度赢这场的比赛啊！总是我看见雅各竟然甲上帝伫摔跤、伫相演。创世纪32章24节到25节，咱看这段圣经安尼写，讲只有剩雅各家己伫咧，有一个人来甲伊相演，到天。特别曝光，你知迄个时阵，伫迄个暗暝真深的暗暝，特别到伫日头要出来，天曝光，伊差不多规暝无困。
伊心内有足多挣扎。这个雅各，伊准备伫要登去面对伊的兄哥以扫，因为伫过去，伊侵占，伊偷摕原本属伫兄哥的产业，所以伊真惊，转去有性命危险，会阁一摆冲突。所以雅各一世人，拢伫遐咧倒想，拢伫遐咧消灭。但是迄个暗暝，伊做一个决定，伊要倒转去。总是我看见圣经写，伊决定要转去，先互伊的太太甲伊的囝儿，拢行伫头前啊，嘛是还阁惊。所以圣经讲，这个时阵敢若剩伊家己一个，伫迄个所在咧听候消息啊，伫等待，看兄哥有啥物反应。嘿，若安全我再来转啊。何西阿书12章第2节到第4节安尼讲。何西阿12章第2节到第4节安尼讲，讲要照雅各所行的责罚伊，照伊所做报应伊，因为伫伊也伫母胎内面，伊牵掉伊的兄哥的脚后边，壮年的时，甲上帝斗力，甲天使斗力，搁要得到较赢，天教困求伊，伫逼着你拄着伊，伫遐甲咱讲话。有影，还阁伫老母的腹肚内，就一直要掠掉兄哥的脚后边。伫壮年的时阵，伊甲上帝相应，甲天使相应，还阁想要得到赢。伊伫遐天靠哀求，后来就逼着你，伫遐甲上帝相拄，伫遐甲上帝讲话。雅各这个人一世人拢活伫精神的内面。圣经描写这对双胞胎的兄弟相生啊，哥哥以扫，伊出世的时阵，雅各就甲伊掠条条，唔放。所以雅各一生拢伫甲伊兄哥伫遐咧竞争，但是咱看见雅各生命中上界大的征战，也毋是甲人。其实一生内底发生伫伊甲上帝中间，伫遐咧征战。今日兄弟姊妹，你即马所面对上界大的问题甲冲突，到底是甚么？我甲你讲，无论是甚么，你敢愿意顺服上帝去做对的代志吗？你敢有相信上帝会替你解决你生命中所有的难题嘛？无论是伫你的工作、你的财务、你的身躯的健康、你的人际关系、你家庭、你的婚姻、你甲你的囝儿中间做问题，你是毋是愿意做出对的选择？你是毋是愿意顺服上帝带领？你生命中的问题的根源，就是在于你要甲上帝相应，你要跟他摔跤，并且你阁一直想要得到这个掌控权，你想要掌握一切，你要家己做主。所以上帝将你的问题带到一个转变的一个时间啦，那是一个转捩点的关键，并且伊要稳准，或者危机发生伫你的身上。真正相应的目的是甚么？摔跤比赛的目的是要创啥？敢毋是想要甲对手压倒伫涂骹？裁判讲，哎，甲你手举个，啊你赢，互伊倒落去，并且你会当控制这个人，互伊无再能够爬起来。
伫到伊安尼伫遐啊，大声讲，好啊好啊好啊，你放啊，我输啊你啊！到底什么人伫你的生命中间伫掌权？到底谁在你的生命居首位，开伫第一位？到底是由你做主，还是由上帝来做决定的？人生有多代志，你不断的经历，但是问题是人无愿意信任上帝，人的软弱是人无愿意顺服上帝，并且顺服到底，拢想要用家己的方法，甲上帝伫遐咧车盘饼，伫遐咧相应。大部分的人拢想要用家己的方式，用家己的想法去面对人生家己所拄到的灾难甲问题，这些拢是危机啊！甚至人想要去拍一场，伊嘛无拍，甚至无可能赢的征战啊。C.S. Lewis， 伊伫一个伊所写的册内面安尼讲。伊讲痛苦是上帝麦克风，只有危机临到的时阵，上帝才能得到咱的注意啦。但是即摆有麦克哦，你听甲足明啊，对无？像 C.S. Lewis 安尼讲，伊讲哦，痛苦就是上帝的麦克风。互你听较清楚，互你知影，只有即种痛苦甲危机临到的时阵，你才会当，互上帝注意到咱嘛才会去注神去要看上帝啦。风汹涌的无意中啊，突然间啊，当你互一个人还是一个代志，甲你压倒伫涂骹啦。拍甲用要倒甲用要爬袂起来时阵，逼甲你只有哑目哑头仰望上帝。这个背后是上帝家己伫做工，上帝家己伫掌权，上帝对你的疼，超过你所会当了解。上帝对你的关心。嘛超过你目前所有的一切，所以上帝袂互你家己继续过伫你即摆的情形。上帝想要帮助你来改变，伊爱你成长，伊爱你突破，伊爱你真正的改变。伊要互你成做，伊伫你的生命中已经有的计划，会当实现。所以上帝伊才会稳准，互遐危机临在伫你的生命甲生活中间。啊，边个人讲危机嘛是转机。第二个阶段，咱做伙讲委身 ，commitment 委身。伫生命改变的过程中间，委身。用咱台湾话讲，另外一字叫做献身，委身就是献身。委身的阶段，就是咱要坚持的一个时刻啦。你看，足侪时阵你无法度坚持，会当委身啊，就是我坚持，我决意就是要安尼，我无要阁改变啊，我掠到上帝无要阁换。兄弟姊妹，你唔当凊凊彩彩就放弃啊！你一定要坚持到你会当改变为止。上帝袂改变，但是咱来不断更新甲改变。阿们。我再甲兄弟就讲，咱的祈祷爱亲像英语字叫做 push，P-U-S-H，P pray。You until as something
H 是 happens。Pray until something happens。一定要祈祷到这个代志改变为止啦，阿们。上帝给你撒一步 ，push。如果你放弃，如你就讲啊，刷刷去啦，安尼我跟你讲，你会失去足多上帝要予你的祝福。创世纪32章26节，安尼讲，讲迄个人讲，天要光啦，就放我去。雅各讲，你若无甲我祝福，我唔放你走。经过一暝呢，演一暝较袂忝，忝啊！我甲你讲，有影有时咱足侪代志挣扎，咱经过真久长的时间，咱嘛真忝。但伫小宴，伫摔跤中间，雅各知影，伊小宴的对象，伊的对手。原本就是比伊搁较有力、搁较有能力啊，所以雅各体验伊嘛觉悟，只要我若莫放手，我莫凊彩甲我的手放掉，我就会当得到伊的祝福。上帝其实会当足简单，两三下啪一个洞，雅各倒伫涂骹，你相信无？这场比赛其实唔免10秒钟啦，啪，雅各已经倒伫涂骹。上帝过去经过一暝演来演去。我常说，上帝可以轻易的让雅各比赛立刻结束，安对无？但是因为上帝听雅各，伊要让雅各继续学习这个重要的功课。伊互伊搁较长的一段时间去体会上帝，伊稳准危机入去到伫雅各的身上，所以上帝无两边，无随时来解决，嘛无随时处理伊的危机。稳准互即件代志会当搁经过，搁撑一段时间，就是要互伊对即个中间来学习。并且得到利益啊！这叫所谓有基督讲，万事道道来，凡事一步一步来，对不？拢是要叫听上帝人得到利益啊！凡事嘛三甲来，拢有上帝了伊。如果你一个人，伊即马负债累累，我甲你讲，伊真正足需要伊的经济、伊的财务得到新热啦。我想要问你，即个人敢会无缘无故就开始歹遮的负债嘛？当然毋是啊。当你陷落伫即个负债中间，可能就是伫过去的一个过程，你已经做过几啊摆错误的决策甲决定，加上你的开销比你的收入搁较侪，你无节制，你搁无为着会当突然间发生的这个代志，你有先做准备甲规划嘛？没有未雨绸缪，嘛无按照圣经。理财的原则，圣经有教咱安怎理财的真理甲原则去行。连咱的外面，我看大足多啊，一楼啥，我看到迄个海报，外口嘛有11奉献。上帝真清楚有伊理财的方法啦，教咱安怎来做一个好的管家啊。如果上帝要甲你对财务的危机中间拯救出来，但是你若无学到这个真理，你的品格、你的纪律、你的纪律、你的管理，这个功课你拢无学到，我跟你讲，免偌久，你搁一摆陷落伫同款迄个
模式内底，你搁一摆共款会送香，你共款还搁有财务的危机。这就是为什么上帝无随时出手来处理哪个的问题共款。上帝上想爱起造你的，是通过一段时间帮助你来改变，互你的品格得到改变，互你内在的生命得到改变。上帝上要爱教导你的就是唯心呐，你会当将你的身躯献上我上帝。有真侪人甲上帝所享受迄个真美好的祝福，常常擦身而过，常常啊哪怎？都明明伫我身躯边，啊哪怎佫无去啊？因为伤早放弃啊！你是毋是愿意继续不断为着要领受上帝对顶面来祝福，你继续祈祷无煞嘛？加勒太书第6章第9节安尼讲，讲咱行好，毋通失志，因为若无灰心，到期就要修成啊！请咱毋通失志，毋通灰心嘛。时间到，你就要得到修成啊！如果你即马面对危机，你毋通忍耐，你毋通因为条件就无要阁坚持，请你毋通放弃，毋通软正，毋通多想，嘛毋通累志。伫你的生命中所发生的问题，毋是昨一暝才发生的啦。咱定毋是讲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冰结到遮尔啊深，冰啊遮定啊，这都毋是一工怎变呢？你是用足长的时间，才惹出这一大堆的麻烦呢？你健康无好，嘛毋是昨才发生的呢？你的生命中间有足多根深蒂固的模式，你有足多错误的想法，你有足无好的习惯。你会真做你即马遮尔无安全感的一个人，你是用足多年的时间才造成的。上帝一真爱要帮助你，互你渐渐来改变你这个人，改变你的思想，改变你的态度，改变你的歹习惯，伊要来调整你所有的行答讲话。上帝甚至要医治你过去所受的痛苦甲创伤，但是兄弟姊妹，通常这需要咱真长的委身、真久长甲上帝相同行，你才学晓顺服的功课啦。阿们。第3个阶段，咱做伙讲认罪 （confession）， 认罪。这个阶段，你面对危机。你爱委身，但是更较重要，你爱第3个阶段，你爱认罪。认罪就是你要承认讲，问题是发生伫咱的身上啊啦。这个问题已经出现伫我的身上啊啦。有时咱常常拄到问题，咱就怪东怪西，怪天怨地，对无？你永远无想到讲这是你的问题。但是你要承认，我这是我生命中上大的问题。一直爱你认清楚生命中这个事实，你的生命才会当得到改变。当你承认家己这是问题本身，并且用上帝来承认你所犯过的错误，你的生命才有法度有直接、有重大的突破啦。创世纪32章27节，安尼记，讲迄个人讲，你叫什么名？伊讲，我名叫雅各。你听到这句话，你有感觉足奇怪？我一直感觉这是一个足奇怪的问题啦。奇怪，上帝哪里问这个问题啦？你叫什么名？
毋是上帝早就捌这个人啊，早就知伊的名。我相信上帝一定捌你的名，上帝捌咱的名。啊，那就搁问咱一摆，你叫啥物名？上帝那边安尼问，这毋是上帝需要知影咱的名，是爱雅各家己承认，伊是一个什么款的人啊？你知影咱常常拢叫一个人出世，啊，叫伊的迄个这个囡仔婴仔，迄个看到，迄个感觉，迄个外貌，迄个特质，咱都甲这个囡仔号一个名，对无？迄就是伊上该真实的款式啦。你知影雅各这个名意思？伊原来名原文的意思是掠，一直要掠，要掠唔放，一直掠。雅各搁一个意思，欺骗者。你知影雅各一生，伊所活出来，甲伊的名同款，反映着伊的本性。雅各敢若想要利用别人，一直讲白贼。伊对头到尾拢无想要吃亏，什么都吃，就是不吃亏。伊敢若想要占别人的便宜，你看伊对伊青梅老爸讲白贼，伊侵占伊兄哥大囝的名分，后来伊阁利用伊丈人甲伊的太太。你看，想看伊是毋是？我等下讲，伊是一个超级的有心机的人啊，还心机盖重呢。当雅各讲出伊家己的名，大声讲出家己的名，就是承认伊是一个什么款的人啊！我叫雅各，我是一个干那要占、要掠、要欺骗的人啊！这是一个认罪的行动。雅各书第4章第6节安尼讲：上帝指着骄傲的人，赏赐予谦卑的人。如果你真正想要改变，你都唔通去找什么款的理由，用什么款的借口，你唔通甲代志合理化，你唔通定定感觉自我良好，唔通去找理由啊，唔通去一直怪别人啊，唔通一直干那怪环境无好。当你来到上帝面前，你爱安尼讲：上帝啊，我要向你承认我生命中的软弱、误会、拉散，我的过失，我的无老实，这就是真实的我。当你会当坦然无惊赢甲上帝，嘛甲别人承认你家己的软弱甲罪的时阵，你就是你承认我需要上帝，我家己有软弱，我有过失，我伫品格顶悬有缺陷，安尼我才会当得到上帝赦免。我的生命才有法度改变。兄弟姊妹，上帝无欢喜骄傲的人，无欢喜用家己自我做中心的人。上帝要赏赐恩典，互谦卑顺服的人。甲边个人讲，恩典就是改变的困难。第4个阶段。咱做讲对话 ，conversation 对话，对话就是你甲上帝当头对面，面对面呐。这个对话中间，上帝要赏赐你一个新的身份，你有一个新的身份，你也有一个新的认同，互咱来看上帝是安怎用伊的慈爱甲恩典。来回应雅各的认罪啦。创世纪32章28节到30节，迄个人讲：“你的名无要阁叫雅各，
要叫做以色列，因为你甲上帝甲人斗输赢，拢得着较赢。雅各问伊讲：“请将你的名甲我讲。”迄个人应讲：“为什么问我的名？”就伫遐甲伊祝福。雅各伫迄个名叫做便以利的所在，伫遐因为我当头对面，伊甲迄个所在号名叫做便以利，伫迄个所在，伊甲迄个名叫做便以利。国语的圣经叫做毗努伊勒，毗努伊勒，台湾话叫做便以利。迄个名伫遮讲，因为咱要叫这个名，因为我当头对面见到上帝啊，但是我的生命也得到保全啦。这就是便以利啊！兄弟姊妹，这就是你的生命改变转化的开始啊！哪个安尼？咱嘛共款。你对两项代志，你会当看见。第一项你来讲，得到新的身份认同，你讲，得到新的身份认同。所以上帝无阁叫伊雅各改号名改做以色列。以色列什么意思？今日有这个国家，以色列的祖先，伊的名叫做以色列，就是雅各。雅各12个囝，12个支派安尼来。上帝甲伊改名，你莫阁叫雅各啊，你还叫以色列原文的意思，就是甲上帝三角管理。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上帝王子。过去的雅各，敢若想要掠，拢无想要放；敢若想要利用别人，敢若要欺骗别人。但是对当了后，伊是以色列，伊要甲上帝伫遐三角管理。伊要领受上帝予伊的气力，伊要成做一个得胜的王子。伫你的生命中间，我相信你真无爱有人看到你的缺点甲软件，以及你内面的问题。你嘛无爱有人知影你有啥物款的担忧甲无安全感。但是伫一切问题下面，你会当成做一个无搁再共款的人，你会当成做上帝所要造就、伊所要创造的迄个人，毋是你即摆型，是上帝造你真实的款。所以上帝要赏赐你一个新的身份的认同。你的身份是甚物？就是上帝的囝、上帝的儿女，这就是你的身份了。你的新的身份认同，你的核心价值的身份，就是你是神的儿女。阿们。你知影上帝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王的囝就是王子甲公主，对不？甲边人讲，你是王子，你是公主，你是王子，你是公主，来。这是一个新的身份认同啊！你是尊贵的，你是宝贵的。你是重要的，你是安全的，阿们。伫圣经中间，上帝常常帮助人改变伊的名。亚伯兰改变做亚伯拉罕，撒来改名做撒拉，基法改名做彼得，扫罗改名做保罗。只要兄弟姊妹，你愿意承认你家己迄个老旧的我，迄个旧的老的我，上帝要赏赐你一个新的身份的认同，然后，互你得到上帝满的祝福啦，阿们。第二项你会当看到，就是咱做讲，伫遐甲雅各祝福。即句话嘛要甲你讲，就是伫遮上帝要甲你祝福啦。毋是要搁干以后，毋是要搁伫20年后，都是即嘛。上帝要伫遮，伫迦南这个所在，甲你祝福，阿们。这是一个老米甲米的地啊！迦南地敢毋是老米甲米的地？啊，变讲咱是有福气的啊！如果你想要得到上帝祝福，
你就必须要勇敢坚定来行过拄则我讲的这几个阶段。从这记32章31节安尼讲，我讲日头拄啊出来，雅各经过便以利，伊的大腿已经败。最后，上帝为着要提醒雅各过去生命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代志，嘛要互雅各得到提醒。所以，上帝伫伊大腿骨，甲伊摸一下，伊的大腿骨、大腿就歹啊。所以伊行路，哇！较早用走的、用闪的、用倒的，伊即马行路爱一摆咧、摆咧安尼行，互伊的生命留着一个缺陷。伊无法度像过去，还是像普通人安尼正常的行路。当你真正拄到上帝了后，你永远拢袂当阁用过去的方法去行。如果你的生命还无真正改变，安尼你也毋是真实的基督徒，因为你将来也毋捌真正甲上帝相斗。雅各，你知影伊摆骹到底有啥物意义啊？一方面，互雅各无想要继续用伊过去迄种躲闪问题的方法去做一个无负责任的人啊。另外一方面，嘛是提醒雅各，你永远无法度阁用家己的方法去走啊，去行咯。上帝对你的旨意，毋是爱你躲闪问题，因为上帝真正想要改变的是你的品格。伊要塑造是你的生命，所以摆骹嘛是要提醒雅各，你要倚靠上帝的方法。大腿，我要问咱，大腿是毋是咱身躯中间上界大，嘛是界上界臃肿的肌肉嘛，对无？咱的身躯内大腿是上屈来，你大腿若无开来，你徛袂在啊，你无法度徛掉啊。所以上帝伫雅各上界刚强的所在，就是伊大腿骨的所在，甲伊摸一下，就是要显明讲咱的软弱。对迄天开始，雅各无阁倚靠家己的气力，因为伊需要倚靠的是上帝大阁有气力的稳定啊。当雅各拄着上帝，伊的生命无阁共款。当伊甲上帝对话，你有看见无？拄仔咱读在圣经，就是伊甲上帝一直对话。咱常常爱用祈祷，不断甲上帝，咱不断听伊讲，咱嘛爱甲伊讲。祈祷甲变人讲，祈祷就是呼吸。你知祈祷一呼一吸啊？你会活就是有呼甲吸。祈祷是呼吸，有祈祷人无呼吸，你的肉体死；你无祈祷，你的灵嘛死。咱需要甲上帝有这种的互动，所以雅各生命无阁共款，特别甲上帝对话了后，伊无阁是过去的雅各，伊的生命内面的本色，互上帝甲清甲清气清气。伊的名叫做以色列，因为上帝甲伊同行，上帝甲伊做伙，伊的生命互上帝掌权，做伙管理。伊是王子，兄弟姊妹，你要记得，你必须要倚靠上帝的大权能，你才有法度跑走你人生头前的道路，唔通阁干那靠家己啦。阿免。最后要讲，当上帝处理你身份认同的问题，就是上帝伫你生命中上界深、上界深，伫做工的时阵。我一般问你，你是什么人？就是你家己问讲，我是啥？我的身份是什么？这就是你安怎看你家己？哦，我是上帝啊！我是这么尊贵的身份。这会影响到你生命中的一切。如果你认为你是这款的人，安尼你的讲话行答就会符合你这种的形象。安怎看你家己，嘛会反映到伫你生命中的一举一动。
当上帝帮助你改变你安怎看你家己的时阵，就是上帝要伫你生命中间做上界大的工作。因为你是上帝的精心杰作，你是上帝的工作。阿们。通过上帝，咱的天父无条件听，你要学晓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属灵的光景，伫你的生命中，因为安尼会改变你。如果你想要做出更较有果效、更较久长的改变，安尼你一定要改变你家己对家己身份的认同。我相信像我，还是在座真侪人，你拢感觉讲哦，过去的我真固执，我是一个不可理喻，我是一个无药可救的人。可能我要改变，我这样是有够困难啊！因为咱拢是蒙恩的罪人，只有求上帝帮助咱。这世间我跟你讲，嘛无其他人会当带来什么款，互一个人做彻底改变，真恶。嘛无什么款的叫做心理的治疗，还是有什么特效药，互你就随时会当改变。但是，甲耶稣相拄，咱迎接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将耶稣放伫咱的生命、甲咱的心内啦。这是大讲这上界重要，因为相信耶稣是你一生上大的祝福，嘛是你上大的新约。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安尼讲，所以人若踮伫基督，伊就成做新创造的人。过去的代志已经拢过去啊，大家拢变成新的啊。你会当甲过去、甲以前，拢无个共款。你会当改变，因为耶稣基督内面，你会有无共款的生命。当心来记得。亲爱的主，我感谢你，我伫早起搁一摆通过你的话，通过你安怎来改变雅各相款的祝福。也临在阮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